婚姻官最近一个高中学生开门讲，去互当冲甲性骚扰，通报学校，锁定倒去互学校的主任骂。学校即马是出面回释咧，表示讲这主任的处理方式确实是无妥当，已经调离开职务。那针对性平事件，一定会追究全面检讨。 婚姻一间私立中学的查某国中生伫网络平台打文，讲家己去互查甫同学骚扰，伊甲导师报告了后，希望学校调开性平会。不过导师叫伊去找校安人员、学务主任报告，就要说互老师来骂。今天下午会立即召开校事会议，来决定是否送考核委员会或者是教评会。那因为两位同仁的处置确实是有不当之处，所以说我们目前就是调离现职。学校表示，代志发生迄当时，学务主任判断查甫同学行为无够性骚扰，所以就无进行性平通报。未手学校伫咧2日完成性平通报，目前依照停书处理，学校会全面检讨甲改进。在礼拜六2月22号下午接到学校的校安通报，那我们收到这个通报之后，学校我们会责成学校依照性平法的相关规定，已经程序尽快来办理。看起来学校这一次是比较是用告诫的方式。 可是后面也就衍生了除了很明显造成那个申诉人的2度创伤嘛，因为他在那个过程，甚至他是被责骂的。地审基金会表示，处理性骚扰案件需要较悬的敏感度，唔若爱关怀被害人的身心状况以外，学校受理的对口对法规也爱有一定的理解。学校受理相关案件的机制搁爱提升，这当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